歡迎收睇六壬偷嘅六壬占案。今日我哋睇睇呢個占運勢嘅卦，我點樣睇得出卦主就嚟搬屋？朋友揾我話呢2-3年唔多順利，想占自身。好，起卦，我仔細睇呢個卦，身上財爻俾地盤甲木同埋天象六合嘅木所克，上下夾住嚟克，叫做甲克。財遭甲克，逢大耗發用。嗰段一主破財，二主感情不順。佢問我有冇鬼怪影響，我話冇，只係陽宅影響。我問佢幾時搬屋，佢話真係呢個月或者下個月就搬，已經執緊嘢啦。因為呢個卦宅上嘅神係關格，戌發用，戌去沖神，叫做斬關成功，而且宅上天馬，所以我段即將搬屋離開困境。各位，完整嘅段語同埋記錄可以睇上下嘅文字，下集再見。